好扇子！别抽你们打过去了，别抽什么钱？你抽干嘛去？抽干就抽不到这个好费，那做样对这好干个好费。哎呀，那没办法，哎，看没了，到什么才行？看我让他们女的自己嘛，看他们女的自己嘛。哎，我的好嘛，背到你那还？买到背的，他吃的，我等前面那对了嘛，他吃。他喊了嘛？都让你多，你要不多个人，多个，人家明明有了多啊，要不多个多个人。我说话他这个多长个多哈，我这个假那个，怎么行？我来看个啦。哎呀，我不能让你吃什么，你就找你姐噻，我懂我才在说干啥子，我多爷爷你多嘛，就找你就找你找了你姐嘛，人都跟啊，然后你才跟我不让给个叫，我说这个我们这不是还没人到，不是等吧，唱年了，你说这个黑嘛，你别出了，他跪下了嘛，唱的啦，我说媳妇吧，我们这个样呢？高在地高，我拿我拿，我这个啥也搞不到，我才这个搞直播呢，我这你咋搞的这个呀？不是，他们这个是什么工作嘛？这个嘛是做个呀？那你快比了，这个小不见了。还得了没？先讲啊！你讲没得了？回来，我得去做那个小不回来呀。哎，你看这吵架。跟这个我已经干你没嘛？我正好我这。我把带打哈。我到了你打我咋？没事，我的人没呀。